人家講落門看面色，出門看天色。那今日我出門看到天色，你講唔正又正，所以係變順利啲。但係因日頭唔叫講，那我嘅福音講，喺馬太福音10至13節人講到，係講你落人嘅木嘅講，落嘅嘅木卡度，木卡度人只係祝福嘅平安。禱告嘅木卡度人，係講佢人歸得嚟講，佢配得呢個祝福嚟講，佢得到嘅呢個福氣，係講佢唔係得呢個福氣，呢個福氣到講盡萬盡設家，因為到呢個馬太福音第10、13節人講到，係講佢配得呢個福。降下半嘅木卡度人，佢得到呢一個上帝降下嘅平安，係講佢唔配得一個平安嘅福，保障萬世家，所以是個落人嘅福，是個係祝福嘅木卡度人，嗱係講佢得到，佢打開心表謙卑，佢得到呢上帝嘅恩典，得到上帝嘅福氣，一個平安順利。降下半嘅家小度人，所以呢，是個做上帝嘅嗱。是個落美根福都好，是個先降下嘅呢上帝嘅福本祈禱，祈禱能得到呢個福氣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